回答总部的土地也未敲好，成功人士今仔日伫体检78办动土典礼，外界认为这是咧向台北市府呛声。敢报这个诈骗的问题愈来愈严重，韩国已经对3个地区发布旅游禁令，也要把失踪的80个人拢总救回来。意大利一个100岁阿嬷卖咖啡已经80档啊，伊讲逐工开店，规年趟天拢无休困，就是伊长会学撇步。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回答要伫台湾设总部，这土地问题也未解决。成功人士今仔日率伫北市区体78土地举办动土典礼。但新成功控是表示，这一切拢是合法合规定的，因毋是咧起无空。因来台北市府是表示，希望成功人士会当合意解约，遵照无愿意嘛，应该坦白甲讲出来。现场人赛气氛闹热滚滚，回答台湾总部进驻北市区T 17、18卡关。成功人寿16早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成功人寿董事长魏宝生、甲台新成功金控总经理林维俊拢有去到现场。林维俊强调讲，举办动土典礼是合法、合规、合契约，照民俗看日举行，并不是起无空。这个不是什么挑衅，我们和台北市政府的关系，我再讲一次。我们是伙伴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立场一致。我们就是想要把希望辉达能够留下来。假设今天的开工是真正的开工，那就坦白的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合一结。李树川背回讲，成功人寿伫112年就摕到执照，一年来拢无实际开工，这是真正的事实。原则上，成功人寿若愿意合意解约，相关解约的条件拢会当提出来讨论。市府绝对会依法办理促成。林维俊强调讲，补偿金是回答甲成功人寿之间的商业关系。虽然双方 MOU 已经伫9月底到期，不过伊对中心谈判是真有信心。星光人寿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纳税人这里拿任何的1毛钱，希望能够跟辉达来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让出来。那么这个补偿金是星光人寿跟辉达中间的事情。我们的跟新售的契约是必须要把建物盖好，拿到使用执照才可以转移。假设他讲了这一个可行，早就 MOU 就已经达成，就没有今天的这一些纠纷。台北市长周万阿嘛表示，希望成功人寿合意解约，市府专案设定地上权予回答，会持续拍拼。台北市监管处讲，成功人寿今年10月初9摕到连续壁相关的执照，不过到达也无申报开工。目前的话，连续壁的杂项执照还没有来申报开工。如果有动工，必须依法来申报开工。那目前我们也派人去了解，但目前现场并没有施工的情形。地大川说明讲，若举办动土典礼无实际时间，并无违法。不过，若有实际污地下设，或者是连续壁的时间等等的行为，都会涉及违反建筑法。监管处会当依法罚9000块的罚款，下令停工补办手续。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国家陆续启用所谓出入境系统，有一个台湾人要去德国时，却因为这面码辨识无通过，互海关查落来，甚至阁怀疑伊是中国的通缉犯。咱的外交部是已经要求驻外管处去了解。有专家就表示，这护照的相片若是甲本人有前差，就要会记得去换新的。德国警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会英文，他们就是有吼我说 ，You are from China, right？他们就说我们查过啦，没有这种护照啊。这个陈小姐原底要入境德国法兰克福的时阵，因为人民辨识无通过，去互海关查落来。德国警方也佫就是讲，伊是中国通缉犯，甲带去房间问话问4点钟，互伊真惊吓，甚至引起外交部的关注。我有看到我的照片的颧骨有被点了2个红点，我的颧骨的位置好像跟那个女通缉犯好像有一点像。如果是联系台湾的大使，那我觉得他们可以来澄清，可以证明我的护照是真的。他们如果觉得我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通缉犯，他们也可以选择联系中国的大使馆。照片跟他本人可能有一点差距啦，但这是德方的说法。外管已经本来持续在注意这件事，那我们也会请外管一定要跟德方厘清。外交部讲，当咧持续甲当事者联络，提供协助。不过，即马欧洲新经区国家10月中要启动所谓出入境的系统 EES， 都竟然发生更较侪扫描卡关的事件。
专家提醒，护照的相片千万唔通甲本人差伤济。不管是你有戴牙套，还是有整形，或者是长期化妆风格有很大的巨变，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你还是应该要去申请新的护照，把上面的照片做更新，签名栏位啊，记得也要签。那他这样子，到时候万一有什么，就是他提到什么笔迹辨识或什么的，他才会有一个帮助。根据行李护照指数，16公布2025年上强护照的排名。在全球199个国家、227个地区的护照内底，新加坡排第一，会当免签证通行193个国家或者是地区。韩国是190个排第2，日本排第3，台湾是第37名。会当免签证通行的有136个国家，甲2024年排第35名，有较退步。若美国是头一届无伫咧前10名，这届排12名。中国是因为过去这1年有另外互35个国家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护照的排名嘛爬起嚟到第64名。记者综合报道。如果传出有行动电源爆炸意外，台中有民众则拄用行动电源甲手机充电，想要到囥伫咧桌顶煞熊爆炸，加载无人着伤。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内底电池伤过头热，或者是伤旧才会造成。庆恩的随身电源后一秒就规个崩去，花青脆片四个喷，民众较紧闪开，其他嘛伫电脑间的人嘛拢带一个。它整个炸到飞出去，就像一个炸弹这样，下了不敢用了，以后就不敢用了。对，因为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因为如果是像这样的话，这样子如果它是在飞机上或者在车上，这样就很严重啦，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躲啊。行动电源，因为它是整个爆了嘛，整个碎片都到处散落，你懂吗？然后我们就开始拿灭火器，它也没有开始燃烧，然后我们就这样处理掉这样子。代志是发生伫14下晡台中一间电脑间内面，谢先生讲，迄当阵随身电源就放伫桌仔顶，代志发生进前10分钟，摕手机充电，充几分都无搁开啊。加上这粒随身电源使用2年拢正正常，唔知影是安怎会熊爆炸。有可能是它的电池芯老化，或者是膨胀，那导致它那个电池芯的内阻过高。那产生过热才会导致爆炸的这个状况。专家指出讲，随身电源主要是电路板和电池芯组成的，爆炸的主因大多数拢是电池芯过热，还是老化等等。今年9月，有乘客在坐高铁的时阵，把随身电源放伫卡网在充电，却熊导火烧，造成4个人受伤。4月，有高铁的乘客把有装随身电源的卡网放伫位头前的涂骹，无去使用，却家己烧起来。有民众把白板电脑送去修理，却熊导火烧。专家提醒讲，这随身电源一般使用的年限是2年，充电的时阵若发现过热碰起来，搁到使用年限，就建议甲换掉。嘛建议莫拿充电，拿使用3C 产品，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韩国连续传出有民众那像是伫柬埔寨互犯罪组织虐待死亡。即阵韩国政府就对柬埔寨的3个地区发布旅游禁令，也派联合小组要甲这失踪的80个韩国人全部救倒转来。南韩伫这个则传讲，有一个22岁查甫大学生去柬埔寨，做个人就接到勒索的电话，讲伊人伫咧柬埔寨出代志，结果8个找背，互人发现这个查甫学生已经死亡。官方讲死亡原因是遭到酷刑引起心脏麻痹。这个月10号，又有一个南韩女子伫咧越南甲柬埔寨边境附近死亡，法医验尸并无发现任何他杀的嫌疑，不过死亡原因不明。南韩外交部15对柬埔寨、포가산 바위 바비산地区发4级旅游禁令。 정부의 합동 대응팀을 급파하기로 했습니다. 오늘 저녁에 외교부의 이차관과 경찰청의 국수본부장 그리고 법무부 인사 등으로 구성된 정부 합동팀이 출국할 예정입니다. 联合应变团小组将会甲柬埔寨官方协调安怎救80位伫咧柬埔寨失去联络的国民。柬埔处理伫咧两边骚动的时阵，羁押的韩国人遣返甲调查。柬埔寨内政部也证实，22岁韩国一个查甫大学生遭受酷刑死亡，检方即马以残忍手段杀人、科技诈欺起诉3个嫌犯，并且通缉共犯。នៅពន្ធនាគារខេត្តកំពតមកដល់ពេលនេះនគរបាលក្រសួងមហាផ្ទៃកំពុងសរស័កសរស្រាំធ្វើ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ស្វែងរកចាប់ខ្លួនបកពួកជនល្មើស2នាក់ទៀត
តាមការសម្របសម្រួលនីតិវិធីពីសំណាក់អាជ្ញាធរតុលាការ 南韩讲柬埔寨诈骗活动至少20万的世界各国的人数参加，包括1000外位南韩的公民。民间反诈骗集团希望扩大跨国司法合作加科技作动，并且讲英国加美国已经起诉东南亚诈骗集团的金主，冻结因的资产，要求维持网络一个平台业者主动切断园区的连线，唔通帮助犯罪。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川普政府为着要打击毒品，伫加勒比海攻击活动阵造成27个人死亡，即阵阁要扩大实施。川普讲伊已经授权中情局进入委内瑞拉去展开秘密行动，对外是讲要加强管制毒品甲犯罪问题。毋过嘛有一个讲法，讲这川普真正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总统马杜罗的政权。一个月伫海上连续加5只好亲像运毒船崩去，川普政府打击毒品的决心伫遮看会出来。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其实还阁有进一步的行动。川普15亲口证实，已经授权美国中情局 CIA 伫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秘密行动。啊，毋过当记者问到伊是毋是按算甲马杜罗政权并落的时阵，川普无做正面的回应。I authorized for two reasons, really. Number one, they have emptied their prison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A have authority to take out Maduro? Oh, I don't want to answer a question like that. That's a ridiculous question for me to be given. 川普表示，委内瑞拉甲国家内底真侪罪犯送来美国，而且还阁有真侪毒品流入美国。海上帮助的行动看会到效果，不过即马美国当伫考虑陆上攻击，代表川普对马杜罗政权施加压力当伫加强。其实8月开始 ，BBC 这媒体都在报道，美国针对提供马杜罗逮捕线索的奖金已经提高到1倍，达到50万美金，相当是1500多万台票。当然，这个加深2个月紧张。No al cambio de régimen que nos recuerda tanto a las fallidas guerras eternas de Afganistán, Irak, Libya。马杜罗互人指控选举舞弊、镇压反对派，伊的臭名大家知，也佫包括互人认为是犯罪毒品恐怖组织领导人，拄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肯定的美国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公开呼吁川普加强阻止马杜罗对委内瑞拉人发动战争。Porque no tengo duda alguna que estamos en una cuenta regresiva. Y respondiéndote, Patrick, debo confesar que ha sido un reto grande. 川普的大动作，即马已经互委内瑞拉真紧张。最近1个月，美国一直进行海上军演，15首都卡拉卡斯的郊区嘛出现大型军用卡车。伫马杜罗的要求，进前联合国安理会罕见的召开一场针对上任理事国美国的紧急会议。不过，会中美国驻联合国的使团政治参事凯利伊坚持，美军已经准备必要的时阵采取更加侪军事行动来打击病毒。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推出国防新闻采访协议，要严格限制记者的报道，结果煞引起新闻界抵制。有50个驻点的记者，即包袱款款的，全部拢离开五角大厦。过去数十年，媒体记者若是挂记者证，大部分因无受限制进出五角大厦的飞机别所在自由行动，拜访官员办公室进行采访。啊，毋过赫格塞斯新推出的21页国防新闻采访协议，规定军方人士无经过允准，免接受媒体采访，非机密信息也袂使。媒体若是报道无经过授权的消息，是属于犯罪行为，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对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的保护。各用15下午5点做期限，下令无签税记者爱交回记者证，离开五角大厦。对这此上上严格两性审查制度，美国新闻媒体用容反应是更换凭记者证，未去做传声筒。当日下晡4点，将近50位登记被派驻伫五角大厦记者，收拾记者室的个人办公用品，全部拢行出大楼。Well, the Pentagon certainly can restrict the publication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but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goes too far when it comes to the First Amendment. Journalists have a right to gather news. They have a right to ask questions. They have a right to publish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赫格塞斯回应是伫社群媒体发出一手再见的表情符号。川普伫白宫记者会被问到这代志，伊是就听赫格塞斯伊讲，媒体对世界和平、国家安全有真强的破坏力。
I think he finds the press to be very disruptive in terms of world peace and maybe security for our nation. Press is very dishonest. ABC、CBS、CNN、NBC 甚至是长期持川普的福斯新闻，全批各主要电视新闻媒体拢拒绝配合赫格塞斯，佮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指新规定会阻碍记者提供重要国家安全议题，互全国甚至全世界领略。纽约时报对外表示，新闻发布时代上不是总统。华盛顿邮报讲，任何得到真相的新闻机构拢免接受，互记者乘做政府代言人的条件。不过，也受媒体愿意配合，签过红报新闻采访协议，就是右派的新闻付费频道 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 公司新闻王慧文评价。镜头来到意大利，伫北部小镇有一个已经100岁阿嬷，已经用一间咖啡店。因为18岁开始就对伊的亲情咧卖咖啡，后来甲因翁婿做伙开这间咖啡店。不过因翁婿过身了后，就剩伊一个人咧花。这超过80年的时间，伊逐工拢做12点钟，规年通天拢无休困。伊讲这就是伊长退休的撇步。而且这间店嘛真对着时代哦。伊除了有卖咖啡以外，伊嘛有卖酒，甚至阁有提供互人去唱歌甲看册所在。有真侪人拢介意来找伊耍，来找伊开讲。那即个阿嬷后个月就要101岁啊，已经有真侪人拢准备好要来甲做生日。咖啡泡了，老阿嬷安娜波西动作真溜达，甲杯仔放起你台面，配咖啡盘汤匙，一杯完美的咖啡就好啊！看到伊这种动作是真歹相信，讲已经100岁啊！意大利的100岁人瑞安娜波西，住伫北部的小镇内比乌诺，伫当地经营一间咖啡厅中央小馆。伊泡咖啡的经历已经超过80档，是意大利做这项工课时间上长的咖啡师。Che finite le scuole io sono subito andata a lavorare con i miei zii che avevano dei ristoranti a Genova e quindi ho cominciato lì a lavorare a 18 anni e ho sempre fatto questo lavoro. 安娜的爸母是经营一间餐厅，伊伫18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拄结束的时阵，就离开故乡，和亲情做伙做工课。所落来，伊嫁予一个旅馆的头家，但是伊的先生煞无陪伊做伙变老。伫51当前过身了后，就剩安娜一个人，家己经营2个人做伙开的咖啡厅，即马佫增加卖酒的业务内容。对伊来讲，做咖啡是家庭生活以外的全部生活。伊逐工拢对早起7点一直无闲到暗时7点，不管是过年、元旦节、国外节，还是拜六、礼拜、假日，伊唔捌休困。真侪人客因为安尼，真爱来店内和伊交流。Qui è un po' come una famiglia, capisci? Non mi sembra il bar, mi sembra un centro d'incontro. Io ho clienti che adesso sono nonni e arrivano con i nipotini dicendo Anna, ti ricordi quando fuori c'era la pista da ballo? 安娜讲，只要健康状况会使，伊就会继续做。伊嘛建议少年人选一份家己喜欢的工课。伊的笑容嘛，常常声买众和游客和伊做伙翕相留纪念。后个月16就是伊101岁的生日。暗算到时，除了因囝和因孙，嘛有真侪人赶来遮替伊来庆祝生日。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所来这位嘛是一个已经真济岁，毋过共款真有体力的时代。英国有一个阿公，以前细汉就开始咧拍羽毛球，后来佫做65年的羽毛球教练。就算伊即马是已经88岁啊，伊也是共款会当伫球场杀球，甲少年人拼输赢。哎呀！81岁的贝德福当和少年选手在交流于杀球的好技术，伊超过一半人生拢伫羽球场度过，会使讲是球界做书级的人物。We started badminton when I was 11, but this one is my earliest photo of badminton. I was on there just before I was 18. 对11岁开始摕羽球杯了后，贝德福都唔捌想过要甲扛落来，就连去马来西亚的树林做兵，伊共款继续拍。伊做教练65档，教过学生算袂了。剑桥郡的高雄阁用伊来号名体育馆，但不管上来请教，伊拢真谦虚。To be honest, I think it's a bit overwhelming, really. I'm only Joe Block down the road, if you like, a little coach, and to meet the national coach, I'm amazed the standard of the players who are here today. 贝德福唔那是爱羽球，搁爱大家拢来耍羽球。伊强调拍羽球会当结善缘，而且真正有真侪好处。Keeps me fit. I meet other people, and I like to think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because a lot of times people come along,
they're feeling problems, feeling a bit low, we give them something to do, they enjoy it, they say, yes, we enjoyed that, coming again next week. He's obviously inspired like plenty of kids to pick up a racket and play badminton, so it's nice that we could obviously meet him. Even have a rally with Colin is amazing to see. 冇想過要甲球杯掛起來退場，背後先生有救人生已經是傳奇。I've still got to keep going. Bring it on. 公司新聞溫鳳儀編譯。聯合國嘅世界氣象組織15日在瑞士發表一項通報，顯示為2023年到2024年這短短一年嘅時間，溫室氣體濃度還有這增加嘅量隆重創紀錄，這全球暖化情形恐驚是會愈來愈嚴重。世界氣象組織 WMO 佇這份通報指出，1960年代嘅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量差不多是當年0.8 ppm， 不過佇2011至2020年這10年期間，當年嘅增加量來到2.4 ppm， 也就是增加幅度成長3倍。進入21世紀嘅第30年，二氧化碳嘅濃度佫較是一直創下新高。The increase in 2023 from 23 to 24 is 3.5 parts per million. This is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we started the modern observations using the same measurement technique as we do now since 1957. WMO 嘅科學家指出，溫室氣體甲熱能可佇大氣層當中加速全球暖化甲極端氣候出現次數。這溫室氣體以二氧化碳上濟，佔66%。過來是甲烷也加俗稱臭氣嘅二氧化二氮，各佔16%甲6%。這份通報特別強調，二氧化碳除了佔比重上懸，也因為伊會佇大氣中長時間累積，對氣候變化影響上大。We also need to remember that when we speak about carbon dioxide, that this gas accumulates in the atmosphere. It has a very long lifetime. It accumulates in the atmosphere. 因為2024拄拄到所講嘅聖嬰年，全球均溫創下歷史紀錄。科學家指出，溫度升懸甲溫室氣體累積，會形成一種惡性嘅循環。This increase is very important. In a sense that probably we started seeing the early indication of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the natural systems to actually absorb everything what we emit. 科學家指出，包括亞馬遜河流域等地嘅熱帶雨林持續予人破壞，亦甲各國一直傳出嘅森林野火，是溫室氣體排放甲溫度升懸重要動力。海水溫度升懸，國加森林面積減少，佫降低自然生態體系吸收溫室氣體嘅能量，長時間對經濟甲糧食安全嘅影響，各國必須嚴肅面對。公司新聞刺家人編譯。有真濟國家攏咧發展再生能源。來看日本當日起嘅一款鋪佇咧海上嘅風力發電機，有專家表示，這種設計就是因為毋是完全固定佇咧同一個所在，若是發生地震也是海嘯，嘛會當較好應對。這是日本五島群島的海域，海上這8座當地建造的浮動式風電機，就是日本發展再生能源上新的試驗。這風機並不是定死在海層，是用深入水下140公尺的結構，大概甲固定在海面頂懸，再擱接起海底電纜。因為日本附近的海深度較深，加上地動，氣候令這自然災害是較接發生，風機較會互破壞。各界較少認為講日本是適合發展風電。不過，即馬專家表示講，浮動式的風電機拄好會當來克服這種限制，拄到這狀況，共款會當運作。浮體式の特徴としては、浮いていますので、地震ですとか、台風が来てもですね、比較的安定した構造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も含めて実証してきました。日本的能源共款愛靠化石燃料，目前敢若有差不多1%的電力是對風能來的。但是日本政府有設目標，希望在2040年會當達到4%到8%。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當年至少必須要建造200座發電量15兆瓦的風電機，安怎顧到緊和品質，嘛是日本政府的難題。這幾座風電機唔但是全日本第一座浮動式的風電場，嘛是政府未來發展風電的實驗場。そうですね、まさに五島は日本で初めての浮体式の洋上ファーム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
最初はやはりですね、浮体式ファーム実際にやってみてどんなトラブルがあるのか、どういったことが難しいのか、これを技術的にも制度的にもしっかり実証してみるっていうのがとても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不过专家嘛指出讲，目前日本也无厂商会当大规模来生产风电机，招标的法规嘛各有问题需要修正，要达成这样有野心的目标，恐惊是真困难。另外，这风电厂安怎和当地居民好好来共存，嘛需要好好来思考。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